哋咧第一件事呢嚿嘢好核突啊嘛。咁我首先第一件事我做咗呢一樣嘢先。Let A 變 5x 加 4y，B 就係 4x 減 5y。咁我將佢咧會變咗做3嘅 A 二次減27嘅 B 二次。OK， 咁啊易睇好多。咁我就將個抽個3出嚟，就變咗3乘以 A 二次減 9B 二次咁樣樣。咁呢個就係我熟悉嘅格式啦。3乘以 A 減 3B， 再乘翻 A 加 3B 咁樣。但係好可惜嘅係，我唔係計 A 同埋計 boy 嘛，我作出嚟等我自己易睇啲啫嘛。所以我最尾係要變翻原本的模樣嘅。OK， 要變翻原本個樣嘅。哇！呢招一定要識啊，因為咧你真係照拆咧好難計呢條數，你照拆咧好難計呢條數，咁所以你一定要識啊呢一招。OK， 咁咧你就會變到咧我唔開兩行啦，我直接一行寫晒啦。咁就 5x 加 4y 加3乘以 4x 減 5y 咁樣樣。OK， 好啊。咁咧我就入邊就照計啦，5x 加 4y 減 12x 加 15y， 再乘翻 5x 加 4y 加 12x 減 15y 咯。好啊，咁最尾會變咗發生咩事咧？咁咪負 7x 啦，加 19y。咁之後話後面嗰度靚正仔仔砌翻好啲數，減 11y。咁最尾就等於3乘以 19y 減 7x 再乘以 17x 減 11y， 見唔見到？呢個就係我要嘅最後答案。呢個就係我要嘅最後答案。見到未啊？就係我哋原來咧覺得好核突咧，我就將佢變一個英文字母就可以化解呢個危機嘅。咁第二題咧 B 嗰條咧，我哋就變成 2x 嘅二次減 3y 嘅二次。後面快少少嘅咪抽個 2x 嘅二 set 出嚟咯，咪 2x 加 3y 咯。好啊，但係前面呢 part 咧又可以執嘢嘅喎，執翻靚少少喎，可以變成咩？2x 減 3y 乘翻 2x 加 3y， 再加翻兩個二 set， 再乘以 2x 加 3y。OK， 見唔見到？咁最尾會發生咩事咧？大家都有 2x 加 3y， 掹佢出嚟啊！唔好搞咁多嘢，掹佢出嚟啊！ 2x 加 3y 加 3y 乘以 2x 減 3y 加兩個二 set， 咁樣咯。呢個就係個做法啦，自己 mark 翻低。係啦，呢個 factorization 一啲嘅考試題型嚟嘅，識唔識啊？